鍾北謙同埋太太林寶玉結婚60幾年，兩個人都年過90，平時中意喺屋企睇電視。鍾生同埋鍾太都係中國來美嘅留學生，兩個人喺帕克萊加大認識，結婚之後有3個仔女。鍾先生係個文人，曾經喺報館工作。鍾太婚後喺屋企照顧兒女，為咗養家，鍾太鼓勵丈夫轉行做生意。1956年，兩夫婦喺三藩市華埠接手經營一間叫做安寧堂嘅藥材鋪。我哋藥材又唔曉咁樣，不過好相宜同埋好 friendly。咁結果呢就幫佢好平價同佢買過嚟。咁啊，我同佢就開始做藥材，又係一路 education 嚟，一就冚唪係 new to our life。咁啊，兩個都學啦，咁啊。藥材鋪嘅生意蒸蒸日上，幾年之後，鍾生同埋鍾太開咗保險倉。點解叫做保險倉呢？個名啊，佢就林寶玉，寶係佢個名，謙呢就鍾北謙，所以美國乜嘢啫 ，lady first， 女人第一，咁所以佢又好謙虛，佢話係我 start 嘅，就用個名，我個名做頭，咁佢做第二，保險倉咁。保險倉一開始嘅時候係賣雜貨，代理過枇杷膏同埋萬金油等知名品牌，後來又代理南韓高麗參。點解賣花旗參？原來係機緣巧合。咁啊，花旗參呢嗰度就係因為咁巧，就係啲農民就啱啱揾我媽媽爸爸，就唔知係咪因為遊客嚟三藩市個鋪頭，就睇到我哋賣啲參，咁就咁啱，就佢就話我哋都喺度種參喺美國度，你有冇興趣買？咁就咁樣開始就寄啲參嚟俾我媽媽爸爸喺鋪頭試下嚟買。鍾生同埋鍾太嘅細仔鍾明琪話：小時候保險倉就好似佢哋第二個屋企，三兄弟姊妹喺華埠讀書，放學之後喺鋪頭食完晚飯先至返屋企。星期日，一家人去華埠聖瑪利教堂望彌撒。鍾明琪喺父母年老退休之後，幫忙打理鋪頭嘅生意，對於花旗參都好有認識。嗰啲野生參咧就好多就係輕身，就係因為佢自己要養自己大，去揾水分，邊個地方有水分就向住嗰度先種得出。咁就種參啦，你全部係啲農民俾晒嗰啲料佢，就可以種到咁大條。所以就人哋就話野生參啦，就咁辛苦種得出，所以佢入邊嗰啲會強個效力就會強好多。大家見到嘅野生花旗參1萬蚊一磅，呢個參點解咁貴呢？係呢啲參咧就係嗰啲正野生就樹林貨，佢就差唔多成1萬蚊一磅嘅。佢哋呢啲就好多年先種得出咁大支，同埋佢有埋嗰啲參鬚咧，就你知道係真正野生參，因為佢嗰啲尾就有埋嗰啲珠喺度。呢啲都幾十年㗎，呢啲咁大支呢啲就幾十年。睇到佢一粒一粒，如果你喺呢度有一粒一粒，佢就好輕身。喺三藩市生意難做，嚟自中國同行嘅競爭又大，鍾家決定結束保險倉嘅生意。今年年初將鋪位租俾人，鍾先生表示唔感到可惜，但係就唔會賣保險倉呢個名。回頭睇返呢一間有58年歷史嘅老字號，鍾太有咁嘅感想。咁啊，我哋一直做保險倉，咁啊做到保險倉內一直都順利。咁呢啲唔係我哋，淨係我哋 effort， 我哋係天主教，我信上高又幫你
好多人喺金山捱到好辛苦嘅，都冇法子成功，冇法子出色嘅，唔係個個人捱咗就得嘅。跟住飲啦嚇，慢慢啦。今年95歲嘅鐘先生習慣日日用野山花旗參泡茶，佢嘅兒女認為呢個係父親保持長壽嘅秘訣。鐘生就日日都食，佢就呢啲可以燉雞湯啊，或者咁樣嚟泡茶啊。不過呢啲大支咧，佢多數都會泡咗茶或者煲咗湯就會食埋嗰啲片。都時時同我爸爸講笑啊，佢食花旗參，佢係最好個廣告。26台記者黃恩光報導。